如果大家仍然記得，之前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過，教牧同工喺9月底嘅退休會當中，清楚領受咗2個重要嘅信息。其中之一就係而家已經化成咗實際嘅行動，亦即係我哋而家正進行嘅讀經計劃背後根基呢一個嘅領受。而第2個信息，唔知道大家係咪仲仍然記得，嗰個就係召命。而呢個亦都係我哋而家正喺同工會裏邊醞釀緊，盼望喺今年較後嘅時間推動嘅門徒訓練。喺呢段時間，我哋喺回應召命呢個信息所帶嚟嘅行動，就係我哋而家正喺每個禮拜4嘅同工會當中，先用1個鐘頭，同工們一齊去分享因着召命呢個信息而決定一齊睇嘅一本書，就係楊石昌牧師所寫，同樣叫做召命嘅呢一本書。我哋盼望以呢一本書作為一個嘅引子，去開展教會嘅門徒訓練，讓大家尋回召命，得以回應主嘅呼召，作主門徒，完成大使命。啱啱過去嗰次嘅同工會，我哋已經讀到第3章，呢章嘅標題叫做了解上帝的揀選。當中楊牧師就係以過去幾日我哋喺出埃及記裏邊睇見名字呢一個嘅核心信息，去指出神係按住我哋嘅名字去認識我哋，並且係因着佢對我哋嘅認識嚟呼召我哋。而我哋喺呼召當中，其中一件最重要嘅事，就係要去領悟神睇見、神知道、神認識我哋，然後佢會呼召我哋，要我哋成為自己人，亦即係喺佢嘅羊圈之內，被佢保護、被佢牧養嘅羊。講到自己人，我相信喺潮州人嘅心裏邊就會有非常獨特嘅感受，因為格健啷係潮州人一個非常睇重嘅觀念，而呢個觀念就連唔係潮州人都應該會好深咁感受到。畢竟我估計唔識得潮州話嘅人都會識得講一句格健啷。潮州人口裏邊嘅格健啷並唔係單單字面嗰個嘅意思，而係一種強烈嘅認同同埋團結嘅象徵。當唔喺家鄉嘅時候，只要聽到格健啷，就會排除萬難，兩肋插刀，打死霸就咁互相幫助。而且原來潮州話喺格健啷之後，仲有一句嘅歇後語，就係格健啷拍死冇相干，直譯出嚟就係自己人打死都冇相干。呢句說話所指嘅係自己人之間再大嘅衝突，亦都唔會帶嚟反面，而且反而會令人變得更加團結。所以即使自己人喺外邊做咗啲乜嘢錯事，外人打到嚟，潮州人都會先不問對錯，先保護咗自己人，唔會俾外人欺負。而嗰件嘅錯事最後都只係會內部解決，即使要罰都只係會由自己人嚟出手，而唔會讓外人去喐自己人嘅一條毛。所以係咪自己人喺潮州人嘅社群當中，其實係會好明顯。而今日我哋喺出埃及記當中就讀到一連串發生喺摩西身上邊嘅事，叫我哋去睇見摩西嘅身份到底係啲乜嘢，邊個先至係摩西嘅格健啷。出埃及記2章11節到25節。後來摩西長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裡，抬他們的重擔，記一個埃及人打希伯來人的一個弟兄，他左右光腿，記木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到沙土裡。第二天他出去，記有2個希伯來人接到，就對那欺負人的說：你為什麼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說：誰立你做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殺那埃及人嗎？摩西便懼怕，說：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聽見這事，就想殺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的居住。即日，
他到這旁坐下，面頂的只是有七個能字，他們來打水，打滿了座，要飲白清的窮藥。有木藥的人來把他們趕走了，摩西站起來幫助他們，又飲了他們的窮藥。他們來到百姓流熱那裡，他說：今日你們為何來得這麼快呢？他們說：有一個埃及人叫我們脫離牧羊人的手，並且為我們打水飲了窮藥。他對能兒們說：那個人到哪裡？你們為什麼撇下他呢？你們去請他來釋放。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能兒西波拉給摩西為妻。西波拉生了一個兒子，摩西給他起名叫吉松，意思說因我到外邦做了假哥的。過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貪食哀求，他們的哀聲得以聲。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就紀念他兒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神抬舉以色列人，也知道他們的苦情。尋日我哋讀嘅經文最後一節講孩子漸長，然後負責乳養摩西嘅奶媽，亦即係佢嘅親生母親，就將摩西交翻俾埃及嘅公主。呢個以漸長去作為時間描述嘅日子，學者認為嗰個就係摩西斷奶嘅時候，因為當摩西唔再需要飲奶，佢嘅母親無論幾咁唔情願，都要將摩西交翻俾埃及嘅公主。而孩子斷奶嘅日子大約應該係2歲左右，而嚟到今日一開始呢段經文話俾我哋知道摩西長大，相信中間就已經經過咗40年，因為喺猶太人嘅傳統，特別係喺使徒行傳當中嘅記載，提到呢件嘅事情係發生喺佢將到40歲嘅時候，而使徒行傳同時記載到呢40年間，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摩西應該係喺埃及嘅皇宮裏邊長大嘅，相信亦都係因着埃及公主嘅緣故，摩西嘅外表，無論係佢嘅穿着或者係佢嘅外貌，可能都變得同埃及人冇乜分別。但另一方面，佢嘅真正身份其實係一位希伯來人，而佢亦都因此而面對住身份認同嘅一個危機。今日我哋讀嘅呢個段落，開始自一件謀殺嘅事件。摩西因着佢裏面流嘅血，而對於佢真正嘅同胞被嗰個外皮上面嘅同胞欺負嘅時候，就生出咗抱打不平嘅心，結果就錯手殺死咗嗰個埃及人。然而因着摩西嘅外皮，即係佢嘅外貌，希伯來人亦都只係會視佢為壓迫住佢哋嘅埃及人。但係喺埃及法老面前，摩西就因着佢自己真實嘅身份而冇俾法老接納，法老更加要殺死佢。因此摩西其實落入咗一個兩面不是人嘅身份危機當中。結果摩西就成為咗第一個出埃及嘅人。落難嘅佢，結果就走咗去米甸，並且喺輾轉之間被佢後嚟嘅岳父，我哋應該好熟悉嘅米甸祭司葉忒羅去收留。然而好特別嘅係喺呢一度，亦就係葉忒羅佢第一次出現嘅地方。經文記述佢嘅名字叫做流珥，呢個名其實係神的朋友呢個嘅意思，所以學者認為佢其實係敬拜至高神嘅一位祭司。而且從出埃及記後邊嘅記載當中，我哋就讀到佢係獻祭俾耶和華嘅，可見摩西被以色列同胞同埋埃及嘅同胞撇棄之後，神讓佢嚟到一個真正接納佢、一個敬拜神嘅家庭當中。
而且我哋可以留意到，當摩西進入咗呢個米甸人嘅家，亦即係一個無論係佢裏邊流緊嘅血，又或者係同佢外邊嗰塊皮好似冇乜關係嘅家庭之後，所有嘅角色就開始出現名字，亦即係表示呢一家人所做嘅事都被提名紀念啦。而似乎亦都係喺呢個神嘅朋友嘅屋企，摩西先至揾到佢嘅自己人，然後佢先至發現要翻返去到神嘅同在，佢嘅應許當中，先至能夠真實咁翻到去屬於佢嘅地方。或者係咁，佢就俾咗佢喺米甸所生嘅兒子革順呢個名字啦。今日其實邊度先至係我哋所屬嘅地方？喺邊度我哋先至能夠揾到格爾楞嘅歸屬感呢？若果嗰個歸屬感係來自世界，我哋喺世界裏邊先至揾到格爾楞，咁最終會帶嚟啲乜嘢後果呢？我哋又會唔會其實裏外不一，喺外面係一個樣，裏面又係另一個樣，以為咁樣就可以游走喺唔同嘅處境，以為可以做到面面俱圓？但係呢個到頭來會唔會令到我哋變成兩面不是人，去到最後被全然撇棄呢？當楊牧師喺《召命》呢本書當中引述咗約翰福音耶穌嘅教導，提醒我哋喺耶穌基督嘅羊圈當中先至能夠揾到格爾楞。今日我哋又係唔係已經喺耶穌基督嘅羊圈裏邊可以講一句格爾楞拍是無聲更？而家讓我哋安靜諗一諗，今日你嘅自己人喺邊度呢？你喺教會當中係咪能夠揾到自己人，並且因着耶穌基督作為你嘅大牧者，得以一齊被保護，亦都喺基督嘅愛嘅當中經歷到群體嘅愛，喺其中彼此守望，從而可以有信心迎向一切生命當中將要面對嘅變化同埋挑戰呢？讓我哋同心禱告啊！主啊，感謝你賜我哋群體，讓我哋唔係孤單一人，而係叫我哋身邊有弟兄姊妹喺你嘅愛嘅當中得以結連，互為肢體，可以喺你寶貴嘅話語當中一齊去成長，更叫我哋喺面對挑戰嘅時候得以共同面對。主啊，讓我哋喺你嘅引導當中成為自己人，一齊喺你嘅羊圈當中得着你嘅保護，得着你嘅牧養，去成為一家人，一齊去經歷你嘅大能。我哋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門。